個人成就可以叫人感恩，亦都可以讓人變得驕傲。聖經中多次提到神阻擋同埋憎惡驕傲嘅人，但係提升同埋賜恩俾謙卑嘅人。耶穌說：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嘅樣式。喺馬太福音11章29節呢度講到，耶穌係謙卑嘅典範。我哋必須常常要檢視自己，有冇一啲嘅成就我哋誇咗自己嘅功，冇效法耶穌基督嘅柔和謙卑呢？彼得前書5章5節，神阻擋驕傲的人，賜恩給謙卑的人。箴言18章12節，敗壞之先，人心驕傲，尊榮以前，必有謙卑。箴言22章4節，敬畏耶和華，心存謙卑，就得富有尊榮，生命為賞賜。求神幫助我哋除去心中嘅驕傲。